近呢一兩個月咧，好多市民啦、朋友啦，同埋好多支持者咧，就知道我咧係參選。曾經有個人咁問我，佢話：你入到去會唔會增加警力？嗱，呢樣嘢我覺得有需要嘅，係其中一個方案，但係未必係最好嘅方案。假設你請咗4個警務人員，可能有人去受訓咧，可能有人病咗啦，咁你就少咗個警察啦。但係如果我用一啲我自己叫做 smart policing， 用一啲科技嘅嘢去防止罪案，因為我舉一個例子，譬如有啲監控，佢唔會唔記得嘢噶嘛，佢唔會講大話噶嘛，佢唔會休息噶嘛，一年365日都開着，可以有一個防止罪案嘅功能，亦都可以幫警察處理案件、跟進調查。咁你話係咪好有效呢？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案。希望我入到市議會，我真係能夠發揮我嘅能力，能夠喺個市議會裏邊將我所知嘅、所得嘅、所想嘅嘢咧，都可以推出嚟，建設列治文一個更美好、完善、安全嘅地方，能夠吸引多啲人過嚟讀書啦、做生意啦、定居啦。咁政府咪有錢咯，有錢咪唔需要晚晚話加稅咯。所以記住啊，投我一票。Gary Law，thank you。